師同學早晨，我係6A 班黃心穎，我係5B 班嘅黃心柔，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。請各位同學起立，我哋而家一齊祈禱。今日係聖女戴德蘭嘅紀念日，佢係教會嘅聖師，特別教導我哋如何祈禱。好嘅祈禱能經常帶嚟好嘅行為，求主幫助我哋效法聖女，熱愛祈禱，喜樂地實踐愛主愛人嘅善行。請同學打開祈禱手冊第4頁，為新的一天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上主，在我們開始今天學習的時候，讓我們為這新的一天而喜樂，為那無限的新希望而獻上卑微的感謝。求你使我們能盡量利用這美好的一天，賜我們禮讓、謙卑、決心、勇敢、仁愛、誠懇待人，以理性處事，善用一切恩典，盡好一切本分。阿們。瑪利亞，我們的助佑，請為我們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各位同學請坐，今日有一段影片，請同學細心欣賞。大家好，我係6A 班梁思雅。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嘅吳詠琳。思雅喺去年嘅感動中國傑出名人系列就介紹咗幾位中國嘅科學家。今年我哋又準備咗啲咩主題俾大家呢？我哋今年嘅傑出名人系列主要都係會介紹返一啲對香港有貢獻嘅人，而我哋第一集要介紹嘅人物係，不如大家一齊睇下以下影片先啦。我希望他們記着這面部啊，怎麼樣發展？其他大學你未必可以成日見到校監校長喺間大學度即係出咁轉啊！你成日可以叫佢校監早晨，即係校長早晨。當時嘅地位已經好高，我肯定佢嘅職位咧係好高，咁啊生活可能會覺得好舒適啊，好豪華啊都得。咁但係佢哋又冇咁做啦，咁佢哋為咗自己嘅理想咧。胡鴻烈，樹仁大學校監，係香港早年10大律師之一。又係大律師公會終身會員，佢處理過嘅案件超過3000宗，亦係香港最早期立法局民選議員，做過全國政協委員同埋常委。鍾其榮，樹仁大學校長，係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法官。夫婦兩人一同創立香港第一間私立大學樹仁。大家睇完呢段短片之後，都知道我哋今日要介紹嘅係樹仁大學嘅創辦者胡鴻烈、鍾其榮夫婦。胡鴻烈博士喺年輕時係內地外交官狀元，而鍾其榮博士就係中國第一位女法官。佢哋喺英法兩地進修咗之後，就選擇咗喺香港定居。當時胡鴻烈博士係大律師，而鍾其榮博士就喺聯合書院浸會書院度教書。由於當時只有香港大學，而中文大學剛成立，可以讀上大學嘅年青人只有2%。鍾博士睇到絕大部分想讀大學嘅年青人都好失望，於是佢哋2人準備創辦大學，但係整個辦學嘅過程一啲都唔簡單。等我哋而家嚟睇下以下嘅片段啦。丈夫2個人所賺嘅錢，大概50歲就已經夠退休，但2個人甘願散盡家財，喺跑馬地買咗一棟嘅小洋房，開辦4年制嘅大學課程。樹仁亦都係1971年創辦。那個房子是當時大概70萬塊錢嘛。
當時70萬塊錢就不得了。教育之路總係唔平坦，屹立喺寶馬山嘅教學大樓，由196條嘅樁柱支撐住，而背後蘊含住一個愚公移山嘅故事。當年政府所批嘅地係一塊大斜坡，地雖然係免費，但係單係打樁就用咗9年。人人都話喺呢一度起學校係不可能嘅事，但係鍾校長就認為學校一定要有校舍，最後一共花咗近1億嚟興建。為咗籌集資金，當時賣咗跑馬地嘅校舍。不知道這塊地是非常困難的，燒了10年才燒好這個 building， 這個耽誤了，這個是對我們耽誤，所以到1985年才燒好，這是第一個 building。喺樹人一磚一瓦都有住胡孝監同鍾校長嘅血汗，兩位老人家事事以學校為先，為咗俾樹人嘅學生喺大學生涯裏面有宿舍，兩老決定起文康及宿舍大樓。為咗籌集資金，當年年屆80幾歲嘅胡鴻烈仍然進出律師樓，幫人打官司賺經費。除咗建校舍之外，胡孝監鍾校長仲事事親力親為，每日喺校園同學生傾偈。亦鑑於當時嘅教育政策唔符合佢哋嘅教育理念，於是拒絕咗政府嘅任何資助，情願以自己一己之力營運樹人學院。直到2006年12月9日，行政會議通過將樹人學院正名為樹人大學。佢哋夫妻2人創辦樹人唔係為咗賺錢，而係為咗培育人才。希望下一代可以發揚中國文化，喺道德修養上更勝人一籌。胡孝監教育學生首要嘅一條係：你哋應當愛中國，因為你哋係中國人。係啊，樹人嘅校訓係敦仁博物，由此可見胡博士夫婦對學生嘅品德有一定嘅要求。敦仁就係指培養仁者嘅精神，以嚴律己，以寬厚誠信待人。博物是指因學問博大精深，所以學習嘅時候唔可以馬虎，為將來服務社會打好基礎。胡鴻烈博士同鍾其榮博士2人節衣縮食，將積蓄心力傾注喺樹人大學，為香港社會培育咗唔少人才。我哋會永遠記得佢哋對教育界嘅貢獻。我哋今日嘅介紹到此結束，多謝各位同學，多謝各位觀賞，主佑大家。